Hello，我係 Athena，你嘅正念冥想老師。你有冇俾自己一直無法接受嘅往事或者經歷糾纏住、怪責住自己呢？其實好多時我哋都俾往事一直去掹住咗自己，唔放過自己㗎。所以喺今日呢個練習，我想邀請你揾返一份對自己寬恕嘅心。當你準備好之後，我想邀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畀自己坐低，將手擺喺膝頭哥或者大髀上邊，手掌心慢慢反開，幫我手升高個膊頭，然後將個膊頭向後轉。再嚟吸啖氣，將個膊頭升高多啲，然後慢慢向後轉。吸氣升高，察覺下升高嘅感覺，然後慢慢將個膊頭向後轉，感覺一下雞翼骨夾實嘅感覺。每一個升高嘅時候，我哋有察覺嘅。每一個膊頭向後轉，我哋有察覺嘅，然後我哋慢慢會感受到，我哋個心開始慢慢打開。我哋畀多幾組自己啊！每一個吸氣升高個膊頭，每一個呼氣向後轉。慢慢將我哋個膊頭放鬆沉低，吸氣嘅時候，我哋將養分帶到去我哋個心；呼氣嘅時候，將一啲唔需要嘅能量向下，去到尾龍骨嗰度慢慢帶走。再嚟吸氣，慢慢將養分帶到去我哋個心；呼氣，將一啲唔要嘅能量去到尾龍骨嗰度帶走。感受一下吸氣，安住響你個心嘅；感受一下呼氣，將唔需要嘅能量去到尾龍骨慢慢帶走。吸氣嘅時候，去到我哋個心；呼氣嘅時候，將唔要嘅養分沿住尾龍骨慢慢帶走。問下自己，其實你係咪一直都用負面嘅回憶去懲罰自己㗎？
未必只係一件事，可能係一個人，甚至可能係一種感覺。成日都會有好多好內疚，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好多怪責自己嘅感覺，甚至覺得自己好冇用。點解咁冇勇氣㗎？點解咁冇膽㗎？點解成日都猶豫不決嘅？你想慢慢放低呢一份負面嘅回憶嗎？我想邀請你喺呢個當下，同我一齊放低呢一份嘅負面回憶，呢一個又一個嘅負面怪責啊！下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我想邀請你俾自己吸入一道深綠色嘅光，佢係代表安住，代表安全，代表一啲好深層療癒嘅力量。呼氣嘅時候，將呢道力量慢慢帶到去你尾龍骨嘅位置啊！再嚟吸氣。吸入一道深綠色嘅光，安住嘅、安全嘅，係一份深層嘅療癒力量。呼氣，將呢道光嘅能量帶到去你尾龍骨嘅位置。慢慢吸起深綠色嘅光。慢慢呼氣，將佢帶到去尾龍骨嘅位置。吸氣，深綠色嘅光。呼氣，將呢道光嘅能量帶到去尾龍骨嘅位置。每一個吸氣嘅時候，察覺到呢一道深綠色嘅光注滿我哋自己；呼氣嘅時候，察覺到呢一道光嘅能量帶到去我哋尾龍骨嘅位置。慢慢呼埋當下呢啖氣，而家我哋係完全安全㗎。而家我哋可以容許自己慢慢釋放，喺我哋自我成長嘅路上邊，好多時我哋都有好多自我批判㗎，而呢份自我批判，好多時我哋都係用嚟提醒自己，我哋係有唔足夠嘅。因為呢份唔足夠，我哋自以為先可以推動我哋變得更加完整。但我想話俾你聽，其實我哋唔需要呢份提醒㗎。由呢個當下開始，我想邀請你慢慢釋放呢一個諗法啊！邀請你慢慢呼晒當下呢道氣，吸氣嘅時候，心裏邊同我一齊默念啊！當下嘅我選擇釋放，然後慢慢呼氣，1、2、
2、3、4，吸氣，當下嘅我願意釋放。呼氣，1、2、3、4，吸氣，當下嘅我願意釋放。呼氣，1、2、3、4，邀請你留多響度，畀自己做多5組。吸氣嘅時候，容讓自己當下嘅我願意釋放。呼氣嘅時候，好舒服咁樣4秒呼。呼埋當下呢啖氣，喺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感受一下呢一道綠色嘅光回歸返去我哋心嘅中間，佢好似一粒綠色嘅水晶球咁樣，感覺一下佢響你心裏邊順時針方向一直流動嘅。吸氣嘅時候，我哋感覺到愛進入去我哋個心。呼氣嘅時候，我選擇釋放我自己過去嘅自我鞭打，我對自己嘅否定，我對自己嘅唔確定，甚至我對自己嘅猶豫不決。吸氣嘅時候，將愛帶入去我哋個心。呼氣嘅時候，我選擇原諒我自己過去對自己嘅鞭打，對自己嘅否定，對自己嘅唔確定，甚至對自己嘅猶豫不決。吸氣，將愛帶入去我哋個心。呼氣，我全心全意去接納我自己。雖然我仍然有好多唔同嘅特質同埋個性，需要慢慢去進步。感受一下每一個吸氣、呼氣嘅時候，佢都經歷緊我哋呢粒綠色嘅水晶球順時針方向咁樣流動，讓愛喺我哋個心裏邊流動。下一個吸氣嘅時候，我哋再次將愛帶入去我哋個心，感覺一下呢份愛嘅流動。呼氣嘅時候，我知道我有能力去原諒自己，去釋放自己，去寬恕自己。吸氣嘅時候，將愛帶入身體；呼氣嘅時候，我哋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原諒自己，釋放自己，寬恕自己。
呼埋呢啖氣，慢慢帶自己返嚟當下裏邊。準備好之後，察覺返身體，感受返你個心，然後邀請你送一個擁抱畀自己，慢慢張開眼睛。多謝你今日為自己預留時間去經歷呢個原諒自己、寬恕自己嘅練習。拜拜。